針孫建剛，時針在鐘錶裏，比分針和秒針都短。當顯示的時間單位卻最大。為此，時針很得意，它總是瞧不起分針和秒針。有一天，它對不停走動的分針和秒針說：我移動小小的一格，你分針就得轉動1圈，你秒針就得轉60圈。哈！我是多麼有分量啊！分針和秒針聽了時針的話，心裏覺得很難過。他們想，時針怎麼這麼無知？轉得多，轉得少，這只是分工的不同，怎麼可以以此去衡量誰有分量，誰沒分量呢？再有本領的人，一旦離開了團體，也將一事無成。